个问题，就刚刚法王提到了，现在外道或是佛教的出家人反而会破坏内部。现在很多信徒很可怜，他没有分辨的能力，是，反而这些外道的认为邪师，他信徒特别多。是。那法王对这一点，但是他是用法王的名字，用仁波切，用什么？是弄的信徒很可怜。是，在台湾也好，其他的就是在东南亚的，我们的这有很多人可能对藏传佛教有一些看法啊。但这些看法，当然有些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有些人的他们的就是说行为举止不好，而造成的。那有些事情呢，有些人可能就假装这个藏传佛教啊，他们就可能可以说怎么说啊，他们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其实我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事情。其实呢，这个呢就是这个非常难解释的啊，就非常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求法的这样的发心是好像不对的，所以才会医治一些可能不正确的人。因为佛法它不是专门治病的，或者它只是专门就是让你发财的，或者专门让你就是可能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考试成绩的怎么样。佛法讲究，当然佛法会带来就是无尽的这样的一个福报跟这样的一个幸福，但是佛教的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不是啊，最终的目的是我们要就是调整自心，我们的去对治烦恼，我们变成我们能够慢慢的变成一个很有慈悲的人，很有爱心的人，然后很有智慧的人。但是呢，很多人他的求法的这样的发心可能不是这样啊，他可能就是生病啊，就是这个佛菩萨保佑啊，怎么样，有人能治他的病，那就说啊，这是佛爷的菩萨的。我觉得当然治病是很好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，如果只是一般的我们世间上的这样的一个求财啊治病这样子的话，也不一定要靠这个佛法，我们就是去医院啊，或者找好的医生啊，或者风水师啊，什么很多啊。但是我觉得佛法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我们就是说四圣谛，我们要了解这些痛苦的根源，怎么去断除痛苦。那痛苦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烦恼业力，那我们要断除烦恼，面对烦恼。我觉得这些是佛法的主要的精髓，所以大家可能对求法的这样的心好像不正确。这个一不正确的时候，你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大家都要注意一下。